牵你的手，听你的脚步，慢慢行人生的路，用后背的辛苦，换头前的幸福，爱甘愿无惧旁边，做甜蜜的梦。思念的风吹过来，该等你同享了心酸的爱。夜光啊，将你走去的路，阮眼风给你看清楚，看思念的水落下来，留爱你的苦，空到心肝肚，爱袂等你求下本人祝福，将孤牵爱的手，爱感谢天父。家姐啊，一睇窗口咧，吼先掉出去哦。哦。哎呦，唔去你来看嘛该啦。哦，我去看拢讲神，你做嘛？哎，你输哦，按我做你还命，大概你做嘛该奇怪。哎呦，真紧嘞，唔记得你冇死了，全部摇叫啦，唔是死啦，咁要死枪啦，你哪冇死到啦？大概就有生虫啦，我嘛个摇叫奇怪，你奇怪面答。我够了，放得了。好啦，你佢两生吼，莫个搭罪鼓励啦，家家吼太冲送出去啊，莫听乱听吼，就冇事咧。哦。冇个事情哦。冇啊，冇事情啊。冇事情吼，是下家的哦，哈。死鬼在笑嘛该，掉出去啦。家子，你就要点嘛个？哎，小妹呀，做嘛叫这个手面啊？你能做服务业的吼，应该吼对你有笑面的哦。这种人安尼啊，对你可安好的啊？什么意思？家子，歹势啦，我俩朋友爱讲笑啦，佢冇惡意嘅，唔好怪佢嗬。你就要是嘛个啊？家子，麻煩哦，喊阿珍出來。做唔得啦。你嚟入邊做乜呢？請你離開，冇，我就報警察嚟哦。家姐啊，做乜用咯？咁我係做同銀行嘅。賣啲哦，唔對對我有成見啦，我咩成績我高啲，係唔錯啊。但是我叫咩來哦？你成錢成意，我諗唔到費事你啊。最好費事你嘅方法哦，就係冇再個嚟入邊嚟啊。我就想我見阿陳天啊。王貴啊，你唔記得阿珍有保護你了，你做唔得只經紀呢？我啲啊，姑叔，我帶朋友來，搬條方式，我唔會亂來啦。你攞到你係成世嘅生意嚟哦，嚇，暗號片哦，你到底想要做乜呢？我真係就想去看阿陳天啊，你冇方式，去你船頭看啦，我唔會打機啊。做唔得就係做唔得啦，請你離開。哎，人有乜個資格叫你看只朋友啊？人哋會判到默死的，人哋會叫乜個叫啊？嚇？冇啊，好冇，唔對冇難神啊，佢叫驚捱我，佢冇想我驚捱我，捱呢下就走。家姐，咁冇嘢冇阿珍，本日即刻做決定啦。阿妹啊，你明知的阿珍的行動樣啊，你你做會去到佢啊？捱成啲計過嘅，捱唔會亂來唔會打機，你都上天捱好望哦。係記得做乜咯？哦。阿珍姐，
姐啊，伊讲哦，佢要尊重人嘅意見啊，叫伊只朋友哦聽起來，希望佢阿總顧嘅。天下都係愛人啦。阿珍啊，你要好好想看下哦，咁冇可能按簡單就改變嘅咩？佢哦一天都會假嘅啊！阿媽姨，其實我知道娘兩公婆結咯，你阿做得家結啦好，你想問清楚啦。你做嘛結婚咯？阿曼姨決定會支持你啦，啊？哎呀，真是，我看到做人見面的話，安尼見散聚咯，沒辦法。迄講你堅持的禮服袂吧？你講下個機會哦，大家講不清楚來啦。跟外兄哦，你難到啲阿片咩？經過唔緊要。會啊，阿珍講簽什麼見面會？好啦，買啲啦，買盡算幾日天啦。之前哦，我啱打佢天冇行，今唔好人了捱哦，我同你倒嘅啦。阿金鳳姨，你做點想誒？該啊，阿真早冇甲不必安尼啊。一啲人咧嫌佢莫同文貴見面咧，係冇？總顧啊，你莫亂講啊！你慢兩年哦，同情會好嘅，我哦還蠻好搭下去的咧。其實唔單止哦，男生帶啲咧，還會做些，你莫亂講啊！係死啦！我之前哦，帶本搭曬麻煩哦，還有啦，之前哦，買啲東西我團進賠償，哈，希望得原諒我個嘢唔錯。文貴啊，冇要緊啊，過夜事情就算了沒哈。阿曼姨，你講嘅冇唔錯啦，個嘢事情就算了。按然後你老阿成講個嘢事情就算了，唔好變到情感度。會啦。係啦，我同人哋講啊，一拜文貴嗬，真見嗬，都街頭翻面啊，佢徹底底都反省啊，佢哋晚啊同係強下都變心呀，醫生問咧，起碼希望阿真看到一個完完全全冇強壯嘅文貴啊，安尼將使得同阿真接轉去啊，安尼將使得高好佢啊，好冇？迄真嘢係喺假嘅啊，我嘅花哦，比蔥果還好糖。嗯，這麼安哦。同感情哦，你阿婆誒唔對人照顧阿珍，我要繼續打拼，一直到阿珍哦終於捱不卡，咁麻煩你啦，你阿婆誒哦，還要繼續照顧阿珍。會啦，會啦，你放心哈。阿曼姐，是嗎？唔使，生意啊，生意啊。係我冇生意，嗌得咗啦。啊。歹勢啦，那要經驗，我是交來忙啦。啊。睇白本貴，係冇分嘅時間，媽嘅東西全係平，主管啊、判官啊，全買我都愛收。你眼讓拿脖子啊？啊，阿珍姐。是我咩啦？是阿基啦。阿珍姐啊，聽講你夢想嘅嗰度叫做暴力狂見面嘅嘛？嗰見面，我冇買意義嚟啦。感情一旦難聽，我冇可能嗰種都嚟講啊。自從你喺本用騙一下，是打爛槍槍，冇改全冇嚟的。阿珍姐啊，你唔是很艱苦啦。那師傅有講過咩？佢講啊，阿珍姐吼，不管做乜嘅結婚哦，佢絕對支持你啦。跟愛吼有最疼嘅師傅嘅方面，不是阿珍姐，你講吼有咩天數多嘅地方，總哪講是我絕對讓唔天數嘅，好。是冇的。冇安尼講啊，個啊，伊要不然吼，我哪一得了，好。
3点。你滚来！哎呀，你想我该换痛啊！哎呦，就喜欢过着披风式东西，顺便转换心情，那你走。换衣服哈啊！好好吃给。啊，好了好了，哎呀，好了，我不行了，那多，哎，拍摄拍摄。欢喜的哈，欢喜，好啦，都在忙个事情工作的他，我喊出来免输出的。哎哦，真嘅唔知哦，我以前去买得到吃。啊，我哋同城的吧，我以前买。啊嘿，你们有个什么？爱情哦都被诅咒了。有位莫咋顺利嘅？我阿妹啊，阿珍姐啊，六啥哦，就安尼遇人不淑。遇人不淑哦，遇人不淑。好嘛该啊哈，好嘛该。没啦，还不影响到。哎，那咱谁来主动哦？还讲咱遇人不淑哦。都对不想。我nghe cùng các bạn hình số xem ai người chẳng à? Hoa Chiến. Hoa Chiến. Hô. Cái hải ngộ cái ngộ rồi. Rồi à. Ê, sao mong ha? Còn xéo à? Đây. 假設大家認真上門嘅問題嘅嘛，我以前都係去問嚟，嚟知道嗬，我以前做咗件動作，按用嚟做嘅，嚇。馬雞當馬雞，都係講馬雞咯，落口令咯，嚇。誒，這種唔講嘅落口令，但係話種叫咩阿成師講嘅嘛，我以前啊上嘅盤，你都啲人下懶得做嘅。當然。啊？那個寧夏的福州菜哦，對我以前冇乜感覺。哇！哎呦，太多了！哎呦！我以前哦，最中意係辣椒嘅咁樣，咁啊，哇！接哦，用一個辣椒嘅辣到係木質見面嘅喎，啱過世界還有動創快，講咯，係所以的愛情夢想，所以愛情。傻白痴哦！哦，講辣嘅，入咗愛情嘅意思啊？梗係乜所以的啊？愛情嘅用感式係，通常剛剛你是係錯嘅。愛情。哎，注意下先。哦，有感覺啊？哦。來。啊？愛情來，先。大家識歌嘅呢？生了，姐姐生了。哦。哦，本歌嘅啦。好啦。點解掉咗愛情啊？日本嘅。日本。你走，哎，今晡日有嚟做特制營養早餐係冇？係啊，你冇聽人講嘅，早順輕鬆嘢啊！故說嗬，我哋早順哦，食到有營養又好食嘅料理，你滾熱嘅精神一定當好，好嘛？咁咪今晡日哦，有嚟做乜㗎？當然，唔錯啊，嚟做種蓮葉。誒，我啱先嗬用嘢做過誒。啷個講？嘢嗬有夾有縫片咯。好，係今日早順特別去買，當然。從嘢呢，水分比較來，然後還買烏誒，但烏誒落芎下，然後調味。不過用嘢呢，從餛飩皮變成蛋黃，薄薄一來固定，安尼就 OK 咧。糖鹽唔會快呢，原果係真好食糖醋。當然咯，思想可能
比较去谈谈个乌的香。阿珍，阿珍姐，今日买个。阿珍姐，阿珍冇事啊，阿珍。先生，係勢哦，春堂行到準備哦。阿珍咧調教啦。哦，唔做幾就要打人嘅哦。阿珍姐唔係講無想可能，唔來咗嘛？我係知啦，我是想哦送話俾阿珍，我袂知哦，我調擺真係當不起，我當上去。係勢，麻煩哦，你花拿俾阿珍好嘛？請問呢？我係明白你的徒弟啊，算起來吼，我買阿珍姐嘅屍體啊。係啊，然啊，咁麻煩哦，將個阿珍而家來講哦，我調擺眼大嘢，我唔錯啦，喊擺哦，我冇個大嘢，請佢哦，相信我，要不哦，佢冇喺我身邊，我真係當苦，我真係哦得到高興咧，希望啦，什麼哦？哪是死不干？你们是够行爱嘞，干冇好诶？还唔系够相信你嘞？哇！你就按讲啊，按住冲下先。我讲你做乜嘢啊？是个人自杀，做鬼你冲啊！我讲你冇嘢啦。实在很厉害呢吼！没想到总算有一项事情做得好了，很强哦！应该是好3年前就会做的啦。哎，假刺激呀！人家跟你按奇怪，哦，那唔要做唔得了。哎，你老人讲哦，莫讲遐牙子啊，我讲哦，那就大娘讲。哎。天公啊，多带人用白银啊！最近用从不追用暴力倾向给你，连个身边等一下个假自己没强用，天天慢慢拿出来。哎，你有没有暴力狂？某人啊，老给咱混蛋相提并论哦。讲起来吼，阿真是个老公，实在有点过分。哼，南门人个松树是用来打天台，其实用来打bun鸟。实在哦，我最恼那种，唔通个好容易会去发觉。我该怕我提高有嘛？只会讲那种人。嘿啊，伊哦根本就会禽兽不如。是讲吼，这种人戴起目镜看着斯文斯文，根本就看不出来，迄会大本用的人。了，就会分你在教训啊。你哦，还都唔得看外表嘅，有暴力倾向嘅人哦，看外表还看不出来嘅。就像啊，会大不用嘅人哦。某一天会下到眼当的。哎，你哦，有看过一篇报道讲哦，有暴力倾向给你啊，迄几个大脑啊放射电波异常哦。哦，按你讲起来，大本用的唔是算科学怪人？哎，就会科学怪人哦。那你是科学怪人呐？哦，
都讲给阿珍姐甲老公啦。啊，我讲阿珍姐哦，现在离开佢哦，真嘅忙作。佢哦早就应该要离嘅啊。太姐啊，你很矛盾呢。咩啊？唔係講婚姻係實生嘅，做唔對唔可以就唔可以，唔係反對阿妹離婚。係啊，我係講過啊。係啊，以下你又都嘅講阿珍姐離婚係錯嘅，哎呀唔係當奇怪，你有兩套標準哦。我哪有兩套嘅標準哈？你真奇怪啦，兩個事情哦就完全冇傾向，你都嘅偏向下都嘅必要。不過阿爸啦阿妹啊，好嘞啦，我唔會拉你講嘅呀。太子哦，行開開唔開啊？唔甘願啦。啊？點解啊？我知道解有太子哦，因為唔甘願，真唔肯表輸嘅啦，千萬難怪啦。相反啊，這個阿爸哦，表現得之外醫生也唔怪，啊全心哦，伊對咱個家庭付出，阮都起來哦，阿媽唔肯表輸啊。而家都嘅唔甘願與乜嘅樣啊？佢哦，應該看下開掉誒。對事情啊，要下強爽哎，冇太鑽牛角尖了，你會動肝苦呢。呀，就像明明啲根本唔會落水，又唔帶仔，還都會一直抱怨，根本就會自找麻煩嘛。哇！做乜解啊？韓強，假自己講得挺好誒，想唔到你這講出安裝太人講嘅吧？當然啊，我又唔係搶你，幼稚。係啦，雖然吼，係我講嘅咁嘅渣嘅故事哦，美好，不過正日嘅長途，這個講出安有程度嘅吧，已經冇簡單。無所吼，我結天啊，下擺吼，我全部係唔假自己，咪表示都係新聞度安裝有個 TV，表示係對你嘅尊敬啊。唔是咧，尊敬哦，不用讀倆就好咧，唔是講出來啊。做唔得，我已經結天咧。你也唔驚我會打你啊？假自己啊。你喺後邊呢？你做乜要破壞？你都係成日都暗號、暗國嘅 TV 咧。韓國嘅咁奇怪嘢。唔好通書啦！喂，人家跟你很奇怪。好，東西慢輸，輸東西。唔好個打，唔好過來了。唔係，唔過來。我拿公司登了。唔係講婚姻係實生嘅，做唔對唔可以就唔可以，唔係反對阿妹離婚。以下你又都嘅講阿珍姐離婚係錯嘅，哎呀唔係當奇怪，你有兩套標準哦。我真經像家子講嘅安尼哦。暗咧，萬年行到去做下喏。真哦，干擾，歹勢啦，安娜很吵到你。唔會啦，我睡唔停咧，我睇到一位有生，我就過來看看啦。唔要安安咧都去做嘢喏。還是想講睡唔停，幾下咧做點心。因為我睡唔停喏。我老公佢新搶離婚咧，安尼你就自由了呀？係啊，也確實自由咧，想要做乜嘅就做，嘛唔知道講咧。我是想講，我今日做了條點心，我想哦，我好好做啲好食點心出來，行擺啊，好好過自家嘅生飯，自家三萬大餅過自家。你一定做得嘅，加油！是唔係啦，我是
其实吼，唔是上个月呢，做咧从遐安强爽，啊，等两日哦，等请求咧。那真嘅哦，为你吃到欢喜呢。安嘞，那你打电话来了。喂，叫李玉金来谈电话。请问有吗事情？叫李玉金来谈电话，有谈到我啦。已经弄安尼啦，有事情哦，听我再个讲。爱请李玉金啊，唔可以喊叫来谈，还是唔可以挂电话啦。哎，天马不来啦，阿珍啊，谈好嘞，你还叫我打了什么？喂，李玉金啊，最近哦成功安排呢，分贵只系上见一面一做唔知晓。本来想讲哦，你哋咪上爱过呢，到底系夫妻一场啊，有必要安尼安接情晓？阿妹，嘘，等下再讲哦。明明离婚贵上反非常讨感情啊，既然还提出离婚哦，通讲啊，分贵已经无法度接受，去自杀的啦。问过去自杀嘞？天公爸，请你保护问贵，保护去平安无事情，来求你。阿珍啊，唔是笑啦，文贵冇事情啦啊。真嘅唔敢相信哦，佢查暴力狂会自杀啦。看佢嘅样诶，暗凶神恶煞，用半想哦，咩想唔到，佢会暗灵夸自己。安尼就懂奇怪啦。迄讲哦，佢迄爱阿珍自己，安尼佢之前做嘛搞会打嘅，行迄讲佢唔爱阿珍自己，不过安尼佢做嘛搞会自杀咧。那想吼，应该会阿珍子的啦。不过表现的方法唔对，用暴力来表示去甲爱阿珍子。那想问你做你家书？就会啊，马上做的结束啊，一天照3餐打呢，哦，迄爱哦，一年就懂得。像他那一年哦，就应该一看医生，无会发吼，一想到妈的事情哦，总肯定妈嘅事情。就会啊，佢哦，正言拢跳讲呢。哦，情绪哦，按你反反复复嘅，一下哦按爱你，一下哦又按坏，哦，几万唔会哦，用自杀这招让阿珍去骗注意啊，哦，按你又用个杀啦，阿珍这老还没有，其中会不会有危险啊？唔会啦，有阿脸骨都给皮的啊，唔会有事啦。唔过佢之前就，哎呦，太家就一笑嘞，你还都给公本太家讲的哦。那就小嘛。唉，要找时间哦，就发现我卡真也是有一张蓝美女。打电话拍谁？3公块很多。妈啦，是我事情中的事情啦。哦，问过都甲骗的嘞。这个台湾啊，这个。问贵，阿珍，你有用办音吗？歹势啦，本人上海3公万呀，人做了医院。讲我较实力啊，讲歹势应该会记呢。啊，安尼咱倒地讲破一场啊，其中啊家一点啊机会都冇稳啦，按这情，根本就要逼死人嘛。叶必先生，你在讲个嘛会发？你要记哦，逐摆就出事大呢，还相信阿珍姐哦，
其实唔会默念给他讲破情啊，讲个离婚啊。你乜啥？唔点乜解啊？我唔错啦，进前分几大件哦，系记唔错。不过，今日我该统计前费咧啊，今日我冇强上咧啊。你怎么解？专门不给机会？你怎么解？没原谅佢啊？阿珍啊，我正经对你感觉都失望嘅。文贵讲嘅冇唔错，你怎么变按无情无义，变按连夜啦？阿长哥，唔好讲你好嘛？文贵啊，我正经同感觉落冇价值啊！阿要行到咁嘅案哦，同志们关个自家，唔好小朋友，因为没多少年，买了神当我自家唔错，什么都怪阿神，老阿妹，阿妹，多谢你，我上个买呀，还比较钱落去嘅，麻烦你了。文贵啊，免我讲，你话我要自杀，可是这做唔得该给人弄啥事情咩？错冇？我要当后悔啊！我真的哦，挺冲动的，但是我想到我要死了阵，我还就感觉我人生冇乜意义。阿生，我真的做美梦，我真的做美梦，所以同白死啦，要嚇到你，我哋要，我自家。我自己很严重啊，但是我真的懂爱你啊。文贵，我请你别忘我好冇？你别忘的时间，我真是无法度，讲人叫我先不下伊。我顶你前难接受。不过对安你来讲，离婚系最好解决的方式。每次有安样，安你两三，创造了真多时间的幸福。阿姐，我想到我要死去。我就感觉我人生掉入泥淖。做天使蛋糕诶，应该拍个啊，用连弄出大来咯。啊！我实在唔知点做嘛解啦，想叫见到见唔认同，你好好的东西哦，又不还蒙白强强。阿珍姐，唔好安尼讲啊，唔做一点是冇，迄最好食的呢。唔要讲一个海天命，安尼绝对冇感觉海天命。还有啊，佮除了我师傅以外吼。唔迄恁人会咋吼，拢来甘拜下风的。其实哦，咱冇像讲的样好啦，那总系老事情哦，不能乱抢抢，就系平均都来提出。阿珍姐啊，还看哦，今日点是拢来做伙的，你都快了啦，哈。用的咯，莫相信啊，很会做饭的啦。想吼，没做后悔啊！给啊，先吹凉啊！阿珍姐啊，我要去打开的冻浆呢，你看哪？啊，好啦，今日麻烦你哦。好，唔该啦。
事情吧？不瞒子亲啊，刚才就根本你也从过来我卡泡茶好嘛，不是做事的啦。俺用做对了，根本要做生意，本来满日啥道理啊？我做唔耐呢。唔怕啦，阿妹特别交代俺吼，根本你我不用教，也到位有阿自己做得嚟啊。你看，是根本就冇多野刀诶，假使真根本伊煮饭吼，行的就变成甜的啦，安尼咪很个麻烦。歹势啦，我时间未敢讲，我一直吼全朋友特别麻烦。你安尼讲咯，你根本就冇必要喺度帶乜嘅麻煩啊，喺喺度麻煩較多啦，以後做唔得安尼講哦。嗯，喺度叫佢去茶葉，等下看到一片凍漿嘅茶葉，保證你心情會變動好。睇下落嚟好冇？嗯。茶真嘅很甘哦，難怪係天命嘅茶。阿珍姐，冇好食啊？哈？老闆，看吃茶嘅樣嘅，像是藥嘅一苦啊。歹勢啦，有糟太容易嘅好茶。你講把聲音調嘅哈，根本你係因為阿珍姐心情唔好，那張帶起來嘅。唔好，冇咩到期吼，心情越來越唔好。歹勢，阿珍姐。你來我們講笑呀？阿弟啦，阿din掉吼，上回幫我下飯伊掉。來啦，過來聽阿杯，阿杯吼，我來好好地練。我唔知道捱嘅茶，買嘅煩惱嘅事情全部都冇咧。你再試試看呢，那茶真係濃好哦。嗯。有一時當好啉呢，一點哦，全唔會蝕。哎呦，茶入真好，泡嘅功夫咪真好哦，還有時間揸得多好。哦，阿珍姐對茶懂內行啊。其實嘛冇啦，這時間吼，聽阿公聽人去學飲茶，談酒吼是好過一點啦。錯嘞，阿珍姐啊，見面了一度好，不能個打算哦，過兩年要去米滿了請咯。親愛，嘛個事情啊？我想我家中做點心嘅生意。奇怪，種茶開茶行，做乜好點點嘅？而且也是阿珍姐來做點心啊？我想啲茶行賣老茶有關嘅飲料，還有點心嘛。這飲料我冇問題啊，冇冷嘅時候嘅，只要茶比較好，泡出來嘅一定好食。啊點心我就唔愛啊，喺買做好嘅我唔愛啊，我希望啊聯合做啲食到真做好嘅，所以我拜託阿珍姐讓我聽數啊。哦，原來前年上前都米滿了來哦。唔過想唔聰明，而家哋阿珍姐嘅點心吼，係真然做得當好哦。係啊，佢係藝術貨，唔做唔啲哦，一做調價唔好做啦。做生意一難做哦，一買嘅東西哦要變形變用嘅，真做的唔好變哦，冇生意通做啦。像你滾滾茶、比賽茶，唔好好包裝哦，銀行真唔可以買啦。所以拜託阿珍姐啊，讓我聽數好唔好？當然好啊。不過吼，我想派老阿媽去參詳一下啦。我驚我做體機界面度解冇喊過來。阿珍姐放心啦，以下有哪種來聽數啊，我卡有太氣，所以啊人數應該唔會唔拉啦。嗱，你星期去做點心，留到一到做點心咪當好啊。看一到環境很好，細有冇乜嘅，唔想都米滿了，滾嘢煮細做，行我做到攰身呢做去謠言，那係唔好，咪我想我留到一到誒。唔來咩以後啊，接觸到茶，我本人嘅心情啊平靜下來，唔好亂想哦。唔錯嘛，種茶種到上年無想去咁樣啊。我喺一條阿珍姐來一到聽書未做得，唔過咧情緒要加10批。嚇？阿珍姐對冇？錢哦，冇重要啦。只要阿珍姐啊願意來，乜嘅事情全好講。我從阿珍姐嘅點心啊，佢就揀着。阿珍姐，讓我聽書好冇？就
泡茶啦，来，倒茶。多马干啊！哦，哎，唔知安尼洗过手本哦，同学生呢？哎呦，哪有啦？我讲哦，配上有乌飞啊！乌飞？啊，情侣啊？俺想，恁在已经强爱啊，根本就买单不，千万做这东西。那就开。好，既然无强下，就准备强下这东西啊！那金老公已经爱动啦。哎，连太平，真的很恶心呢。有啊哈，你还有妄想症哦，还太自恋哈。你哪个东西啊？爱我爱送你哦，你吃的你还骂啥？俺啊，你这脸太皮啦，身高800，重70公斤，无不良嗜好。哎，喂，哟，做完了？哦，你还讲你会乌飞啊，只好分开做。好。哎，爱摸你哦。哎，爱摸你啦。好啊，蹦蹦啊。你都难没赢啊，都给熊猫干扰。啊？哎，阿子琪啊，应该这什么眼俺那边熊猫该摸得莫名感觉恩啊。哦，哎，你青龙呢？哎哦，迄对佢讲阿珍这个暴力狂老公。哦，你讲屁啊？我爱要讲嘛啥？哦。之前哦，他不管哪个事情就会用打的呢，以后哦就会搞什么自杀。唔知几年哦，还知道你都会离婚哦，还以为阿珍这个唔错嘞。哦，真是恶人先告状，想到是被气死。哎，真紧呢，那还拄到这种人哦，哎，这个都见了嘛做富大爷。唉，没办法，跟老公讲，人多就会出这种老处事。哎，真紧的哦，那么一个面子面上从不下降下的，是讲改在哦，还有99.9%的人就不会怜香惜玉嘅，就像有个6.5%有啊，这种老处事哦，根本无是个人难。哼。哎，阿珍姐哦，怎么这么倒霉？也会赌到0.5%的老鼠屎。嘿妹，不说吼，安喏，以前说阿珍姐个精神支柱啦，好不比啊，我也算是，哎，你哦，我想办法，让阿珍姐打气，好不好？哎，大司机啊，你讲个同好呢，是讲上多个时间哦，做就做好嘞。哦，安尼哦，亲我呀哈。哼。阿珍司机，也还是替阿莲姑提摆做个擂茶蒸发版，唔知咪信用版型呢？我想你个点心太适合试看啦，好色男生所以人来讲哦。当然，希望係好食的啦。做咗份司機吼，食了以後會笑眯眯的，較有精神啊。你慢做喏。阿莲做点心啊。抢先啊，姨夫啊，那生意轻快哈。介进位哦，叫介从阿妈伊安慰师傅，随时请外观先生别给面，时间又麻烦哦，你为了陪孕睇书。没事，好不好？是光头好事。哦哟，Q Q 啊。好食，好食。我出去做理由啊。高先生啊，你还要上课啊？看有没有一层，
做一些啊，冇错到水哦。听讲你啦，行个做转来温药嘅，过2年就会好嘞。哦。那看起又唔像会吃啥人啊，都爱惜自个嘅命哦。什么？阿珍姐，走。你敢走？系啊，切菜啊。系啊。哎，错啦，小妹以后出门去做点心。哦，好生无哈。我老实讲哦。唔是讲吼，我要输送啦，我一个人哦，唔讲批评你啦。刚好。刚。OK， 我知嘅啦。一定咧痛病唔啦，唔错噶，佢个痛咁样治好好，一定咧服。唔系啊，咁样撞到火车的，真离开。阿珍姐啊。拜托唔啦，同我讲，都在那边做唔错啦。唔会啦，真好势。伢师傅人爱吼，一晒以后随时强强嘞。真嘅了，师傅没有事。佢跟我讲，让我讲啊。佢又真中意，跟我农医讲哦，会做菜吼，不但安样哦，还有做点心的天分哦。真嘅了，师傅啊，你好讲解，我懂听嘅。阿珍姐，今日家己咯，今日下做新嘅点心。山流水何处寻？重逢难依旧不明。千里眺望故乡河，遥远的家，初恋为爱你。中夜抚琴也将起，如是故人须让去。青山下攀爬高帆，夜宵香，无言又浮云。玉发将要飞向天。